俺好贴片，俺是在俩九站条文法下会长大的家小朋友，所以俺觉得过去啊，俺参与俩家下会，其实有一个文化的小种子就被种在心里，然后一直慢慢的发芽跟长大。就是因为这颗小种子影响了我，最后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做服务安永营。安吉刚也认为说，年轻人的确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是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帮这个家乡可以发展得更好。在旅行之中，我觉得我学习到的就是，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生活方式可以有很多不同种的样貌，用我的料理，然后去交换一些新的料理，然后运用在店里的菜单上，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养着条从前，春风过去，江凉多，风梅爱哭，谷一天。日下小满，雨下仙，梦中对风思念。西瓜清甜，风里风，太初本年，苦渐渐。酒处处甜归烟，年年人团圆。日东小雪18年，四季轮回又一年。各位合作后面些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族。华山嘅竹洞也代表充满生命力，按多年来都係客家人生活嘅記錄。都係代表有熱愛自家家園嘅後生人，可能經用嘅老生活嘅記憶融入到料理地度，行家來啲拜訪，空啲山拿杜烘嘅每個面試哦，來啲。當有精神嘅竹洞子，因為啲平陽老山體夾嘅嘅素材，頭擺以來工商業當發展，由來遊戲當鬧熱。啲竹洞火車頭順巷嘅新興文創藝術村，老老建築長高，加入菜體飲食文化，老手工藝產業，呢兩個正好加添嘅發拍嘅色彩。今日頭下馬，我哋拜訪藝術村地度一個客家後生人哦。Hello， 吳姐，又看到你嘞！哎呀，好久不见，真嘅。吳姐，媽媽係做東行業，自細一定定也愛參加社區活動，漸漸地培養出菜體娘娘嘅情感。細時節單槍參加嘅佢，大個後知道基因變重，佢想家鄉應該要有後生人來守護。故做畢業過後就轉向做天空發展。我剛好好像來時間，唔知道你都要做東火茶頭時候，有一個這麼特別的空間呢，好適合那種現在最流行嘅那種網美翕相嘅打卡誒。沒錯沒錯。對啊，都不可以啦，喏，同像按樣新 Q 高用啊呢。係，其實倆建築物啊係非常有歷史誒，倆片本身係竹東倆片 Q 誒。鐵路 Q 嘅縮小，後來啊，使用的需求是摩累，是閒置荒廢的倆片，然後有了係新竹縣政府，給予一筆經費，然後也覺得倆體豐其實有當到的回憶，很多人會來這邊走走逛逛，所以就重新再做了這樣的一個建築物起來，所以你只要看到有 Q 誒，也有新誒，因為又掉係 Q 誒，宿舍嘅牆又掉係新走誒，建築物安永營。真嘅，而且對下特別呢，雖然講你講啊，係 QA 鐵路修缮，可是還看得到那種工業風的建築啊，這個其實是復興在地觀光很好的一種方式。是，那最主要也係自家喜歡啦。過去啊，雖然我大幫山，但是我對竹東係非常有情感的。最主要係因為我媽媽是係竹東人，所以我嘅家譜。
也带着做动，所以我从小啊，其实是从下来做动，来看家婆啊，来聊。该读后两篇又安有机会就会进驻，然后 N6是想说 N6就来帮竹东一起做一些事情，让当地人可以更喜欢竹东这个地方。所以现在他自己觉得很喜欢的部分就是这边不止对我有情感而已，其实对很多人也有情感。民众可能就会可能啊 Q 尾冲，月白啊，其实有一个老太太，其实一架行落来，行落来以后是可能俩冲看洞球，去伫遐看。所以我是问讲，嗰種誒風景間俩看嘛解，佢講，我以前其實是帶的俩橋塑沙地堡，從細啲俩搞，佢安怎講順條又只講啦，然後佢走來走去啲俩搞，嘿。所以我也覺得說，這種老東西可能一般不知道的人會去到冇感去，但是其實有很多的故事在地堡，這就是 N6想會走。東西唔凊彩打上貼，無論係舊嘅東西繼續用，也係無愛嘅東西夠利用，都係啲時光流通之下保留嘅鮮熱嘅故事。接下來，胡杰我帶定挨來啲有60年歷史嘅傳統市場。呢度邊嘅主題係全台灣最大嘅客家市集，未空定動到幾世世界神奇嘅事情咯。哇！有這個豆邊走成條行鬧熱咯。係啊，冇錯。啲全台灣來講係阿曼台嘅，客家時裝，所以你就會看到N6兩片啊，可能有你就會看到賣板呢，就在賣上嗰個誒，其實倆是N6倆做動時裝，非常特別嘅一家地方。我寫世界時裝下，來倆家時裝地方。真的。因為掉炭呢買的東西，其實我從小是可能是買倆東西，要去到倆下，我自家來倆時裝賣東西，很可能都記掉。我了解嗰種感受，就像我大伯進到我南苗市場時，我看到有一條阿婆啊，條妹妹都給賣出來，然後還很多給，可是我們已經長大那種感覺，沒錯，都起沒有很多。沒錯，就感覺這邊的時間是停止的。對，因為豆邊當中停下來，可是我們長大，而且人家還已經開店了。係，冇錯，所以開店咧嚇，從基本應該是來賣N6基本調度而用嘅食材。基本要來買乜雞？N6基本嘅話，來賣倆蓉葱條，來倆風菜條，兩種，來賣倆兩種。買呀，葱條。最近都好有個葱條嘅家私停到下來，盛產期。真的，農民朋友都辛苦誒。所以N6多支持N6安用嘅台灣嘅農產。真的，可是偷下嘅葱條，我的要求嘛該冇，因為我一般都是看它外表而已。一般N6點解選倆種葱條啊？有幾個比較重要的原則。第一個當然是看佢嘅外表，外表如果佢比較漂亮，沒有受到任何的撞擊跟損傷，那這是我們第一個挑選原則。是。體在的部分啊，動線景你輕看。有上是我軟軟的。軟的部分啊，是代表佢還冇按熟。食起來冇按聽，會較生，會較辣。係，冇錯。所以你其他係越硬嘅，是越好食。第二個時間是咪好獨好？是哦。最主要啊，N6準備兩種食材啊，係因為今日N6要去做一個非常特別嘅客家料理。乜嘅？本民族來說，按照泡菜。泡菜？民族地嗎？愛地。你地啊？真係客家誒。真嘅。就我不知道係咪客家人這樣說，可是對我來講嘅話，細細嘅時節，大概有拜牙嘅時節，媽媽就會泡菜去拜牙。而且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動真對為朗達。因為你我們客家還有上一台來演繹，你從細時都睇泡菜，應該係當神奇嘅一件事情。有改良過，更好吃。真的。對。好，看來這個前段我記憶對嘅一種味道冇。好。泰國後，高進到新世界，從係老沿用嘅市場，看到熟識嘅阿公阿婆，還見草草嘅，本人知道到親切。胡記講客家嘅甜不辣泡菜，就係家婆真好食嘅料理。買好自己嘅長菜，行愛老記扣下來啲拜訪中意嘅阿伯哦。明珠，咱介紹一張嘅好朋友。
秉娟阿爸，秉娟阿爸，秉娟阿爸你好，你好。哎，可以了，冇叫农民呢，按斯文。哪有？真嘅。中农民哦，已经是第3代了。真嘅哦，秉娟阿爸嘅时候就廿七个田哦。係啊，係這個阿田。其實按照訂讀就是生活訂讀啊，其實用嘅所有嘅米都係秉娟阿爸去提供俾人哋，真嘅啊！非常有特色，我想秉娟阿爸能介紹一下。真嘅，一般嚟講，大家買米就會關係去安樣去農會啊，喺度安樣買好一包嘅米。冇錯。你竟然前面到菜地，你去架西米安樣來用？在地小農。對呀。這個種類冇多啦，係，就是兩分田。兩分田，安樣拉買冇？冇啊，就冇賣啦。安樣會分期去買走誒？是自家吃的。哦。還有親戚朋友啊，鄰舍啊，可能按種就是講會買冇誒，但是買到不緊食啦。咁你就按下機買費？梗是老嘅好朋友啦。你對你好認識咧？原來家爸是我小學同學，同學，我認識好久了。哎，佢阿陣來做安樣，後生人快點來支持哦。很棒，真的他很棒。你講呀哈，從呀嘅高場係曬呀嘅米，啊唔係一般有嘅龍骨機啊嘛，該會即係用配啊。大部分的人啊，都是用配嘅。係啊。那是因為老爸啊，他本身就是用曬。其實曬，其實講曬好食啊，尤其是以前老一輩的人啊，其實這個曬，這個食，按起都好食的。有正常哦。因為你那種配啊，它用個柴油嘛，它24小時就把整個都已經曬乾了。那我們這樣曬的話，是慢慢的水分讓它吸收，讓它乾燥。所以這個我們曬可能就是要1-2個禮拜。真勁哦！那柴油在烘的話，它只要24小時就結束了。按照人工茶挺多誒。對，那吃起來的口感是會差很多的。真的。因為你下是人工比較少嘛，所以這個趴，這個趴是款式天絲啊，像你下天絲係有隻老子的天數啊。我簡少來天數過。等我，沒錯，他來過。老月白，很趴了就。我可以看看嗎？可以啊。因為人家講日頭曬過，我用日頭嘅米頭咁正經。實看啊。食，你直接食啊？佢正經係牙酸呢啊？差唔多。所以奶油茶年紀比較大一點，吃到會吞水。就會吞水啊？對，就會吞水。人家有咩東西嘅？嘿，那個客人呢，每個都說好好吃，好好吃。你直接食啊？對，那殼吐掉啊？像零食咁。很脆哦。哇，打開來的時間啊，底圖給一些有一種金黃色透明狀誒，雖然還有一點脆脆呢，而且夠香哦。在試驗它有沒有乾啊？就必須要用口感，就是嚼，它的脆度是不是到了？那個好香哦。那個骨殼啊，是不是很快能夠剝落？那這個如果是這種程度的話，就表示說這已經接近乾熟了。我有這係當幸福誒。你開店啊用泰國人支持。GN6走穴的呀，這些家食材如果只是家在地，直接提供讓大家吃到最當地的味道，其實係一家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嗰些多多秉娟阿爸係愛爸的同學，按推薦就開始聯繫上。緣分嘅連結，直接當成痴，用心尋菜地食材，拄好遇到阿爸介紹同學，牽起嘅土地嘅情感。秉娟阿爸講，米對生產到加工，全上就老方法來做。日頭米就係甜度做細嘅細囊搭，清香嘅谷香地度，有係古樸嘅農家之味。好，有這個沙地下來呢，你兩個客家後生人我來演繹下頭擺爸爸媽媽嘅時節做本你食咧也嘅客家泡菜。冇錯。家都可能你有另外食材，還是你一三年處理嘅？做得必須愛食鋪係隻當生氣嘅人，佢當好學鋪嘅東西。
真的，民族客家人呢，嘿，日本人应该动应该是泡的，因为这样食疗泡的好念。可是因为我假泡我看是做青草行、呛草烘的，所以它本身啊吃炸物。也有一套自己的养生概念，就是你讲你是泡的啊，一定要搭配所谓的呛手擦，有没有很可爱？真的，真的，就感觉你同样好是泡的，可是呢又讲讲，要综合一下身体的养分，故说是呛手擦的概念啦。个按牛给比喻，然后就变成点肚里面会有的一种生饭，对不对？对，好，民族研究按用其实2时长度嘞，差不多诶，其实按用是走在嘞。产下来呀，研究接下来就要把研究这2个最主要，很简单，但是也非常美味的按用原料去做混合。研究先落嚟啊，葱条先落去饼落去，可是饼的时节啦，像俩切的时节莫崩开来，为了口感上来，那不崩开来，这样子研究等下吃的时节才会不会全部是粘在一起。我像吴建你安样，他也够好啊，创业去转到故乡来做。你有没有想过为了往天呀、到毕业菜体人啊，跟他们一起连接啊？因为刚才现在之所以会回到家乡来走掉条路，因为他觉得从小在家里长大，他其实俩下乡村的工作机会相对少，所以就做一些社区产业，除了让年轻人可以回来，当地人也可以有工作，所以从就走家村趟，又一版都可以采体的妈妈，真的。哇哦，我说做下地都可以懂到撒气的妈妈，没错，这样很棒哎。因为最主要这些妈妈们本身是不动不走俩客家的美食，吃到就会妈妈的米头。没错，所以应该抢了给到协助，就来做这个餐厅这样子。从做地方新生意对料理开始，清甜酱菜、高爽的泡泡的粉浆、冬叶的葡萄擦擦、烧黑的酱菜的甜。健铺嘅客家泡菜，呢度全係家婆嘅味葉。有幾個老清普通嘅米絲結合，還用沙琪媽媽嘅好手藝，做得團結，帶動沙琪發展咯。阿婆，好，你好。我堂嘅五姐都喊你阿婆，佢真嘅係阿孫嘅啊。差唔多。我本人呢係呢。嗰隻大家都係阿婆嗎？對呀。真勁哦！咁咩準備按道料來做嘛？計？你要包飯團。做飯團。頭擺料都係你個菜體嘅食材。哦，你傳統嘅飯團點會有係你洗牛皮乾、肉脯還有油條呢？你個米該不會就是我家庭那個泰國昆人嘅米嗎？真嘅。該用米飯去包飯團，飯用鹽嘅係冇？用的我健啊，健啊是鹽的。是吼，好啊，兩個都聽聽做哦。好。就我咩喊你阿婆，就讓我當做孫兒安尼。好。講係包飯團。係。1碗飯。好。你用8分滿是吧？哦。1碗飯不香太啊。哦，8分鹽就好啊，因為還要爆料，對不對？要熱頭西呢？要熱頭西。係啊。熱頭扭鹽去洗啊！熱頭扭溫水去洗啊！係啊，好，生下來咧。生下來就看你的表。做青菜包係嗎？來，試一包啊！也係你洗的牛皮乾嗎？對。真的？係，我這個做。你這個做誒？洗嘅？好香哦！阿婆，你看嘅有隻人係窮人機哦，叫咩？人係窮人，70幾年，佢用做了沙琪做倆嘅，唐公年就本佢當到天數誒。對啊，因為。當好啊，佢喺後生人很賺來吼，很少對應嘅沙琪啊，乜個東西是親有幫忙。真勁哦，真勁。你一定唔會想講，有一個後生人都在做那邊嘛，該會覺得說都在木嘛該東西，唔會懷疑他賺來吼當辛苦啦，你做了應該真勁哦，真勁佢當辛苦哦。用白銀，我很佩服他，因為做了個文創來啊，冇乜個錢啦。哦，要啟發的時候是很辛苦啦。以後上年很賺的是當吼，真緊當吼，所以我都啥年紀比較大一點，是到佢退休。就不會退休啊？對，就會退休。人家都沒懂下記。嘿，那個客人哦，每個都說好好吃，好好吃。史泰人對後生人嘅痛下，專做設計嘅支持。
聽他冇飲到豐富嘅阿婆講，佢都提供做食嘅經驗，讓後生人嘅創意實現出來，讓團員同心合膽，做得情感情感，天方地設，未做得提升到料理嘅舞台，分享俾行客到嘅人咯。好，家下呢，聽聽吳姐叫下做嘅，你有共同回憶嘅也抱出，未來阿婆叫下做嘅也翻台，總算做得了，快速的拼上了，哦，今日抱出，我們太讚哦，真的，其實葡萄凍醬因為是完全金黃色咧，而且哈，我也哈忙食到嘅時節，從頭嘅甜味已經散出來，冇錯，好，試試看哦，很甜哦，而且都好有啲從頭到黏黏嘅嘟嘟好一大片，那水分也還保留在裡面，面一樣用泡泡嘅，冇係甜到，現在還有冇講係用洗一早就凍爆完咧？所以你們小時候沒係用生嗎？其實因哋點解學的時間，佢係麵粉好多誒，該兩下因哋係不斷的嘗試去調整液容，然後因哋是以蔬菜為主嘅方式來呈現。而且也得要搶出啲水分，要收到底度，提出佢嘅甜味來安尼。可是呢，既然是嚟阿婆會跑出來，就要喝一下阿婆漂嘅呀嘅強臭茶，對不對？哦，咁順口。非常嘅順口，而且呢，佢專揀咩屬土凍嘅。一般人食到強臭茶可能會驚，特別是可能還有像人非常愛講生年食到強臭茶驚講嘅嗰種苦感嘅味道。可是我覺得這剛剛好其實冇豆腐，因為因哋倆強臭茶，因哋有去再調製過，所以其實大部分呢是用仙草為主體，然後再搭配一些像鳳尾草、龍鳳草那一些，然後去提升它那個比較清涼的這種感覺。因為有上癮都感覺服啊，好，來試一下，這個是另外一個阿婆哦，紅髮阿婆做嘅也嘅飯團，而且剛剛看到平均阿伯啊，佢都嘅洗面嘅時節啊，真係要行卡。真實的感受到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可以有一些些天天唔過幾件花嘅東叫嘅時間。月加禮拜到2禮拜來曬，全部係行去種。係啊。阿婆曬嘅牛皮乾行好食哦。其實佢用料都簡單，很傳統的味道。不過啊，你喺見車嘅時間，真見發現到像家平均阿爸佢講嘅。也仲用熱曬嘅米啊，加嘅水分較多，然後佢真係較甜。而且基本高高啊咁米香係非常鮮明的。一般來講嘅話，可能食米嘅時節，食飯嘅時節只有食到澱粉，不一定食得出嗰種飯嘅香味啊。無太複雜嘅料理技法、落炒法，老年人辛苦種出來嘅食材，平平向下，簡單飽滿，就係幸福嘅美食。另外一次，日本食風味嘅唐揚雞，同樣就家婆嘅飲食智慧，香酥泡菜煲一杯清涼嘅強臭茶，香酥食物啲少人時間度嘅平凡。你看今日用點冇按改耶，而且更何況是你所有的事情，係講都會親力親為吧，實在動口耶。其實我覺得我當現人啊，有按當然來弄來挺少。但是從按到做按到從串燙啊，或是做配嘅事情，其實我唔係本科系畢業嘅，我係讀財務金融嘅，所以從串燙我也扮演。唔係走穴，可是應該去到按照後上面啊，是有當當的創意，按照在想講兩家提供又貼切的是係兩張，那怎麼樣去把它呈現出來，看到當然啲是當然冇來聽數，但是初期點解做嘅時間，當然冇可能講大家都第一想係用慢做，所以一天自家調下去，所以包含自家做飲料啦，自家去倆採用慢泡啦，去倆可能用慢煮這樣好食，倆都係自家去過，雖然辛苦，但係倆是自家一種學習，然後到咧倆是你嘅一種人生的經歷，我覺得是非常特別。今天也看到你哦，你看從那個點度啊，很多人懂好了都要到畢業拍照打卡，而且呢，你去佢哋透過一道網絡嘅行銷啊，拍攝一些影片呐，本亞嘅地方呢，想都懂得，也許外地人也好，後生人也好做得來，
看看故乡，或者是认识亚嘅客家种。我走俩家主要也很多对主动俩提供就有这么多的情感。对，那也希望说可以贡献自己的专长，然后帮俩片做一间自己喜欢，台沙也动好诶，俩店俩是 N6俩熊诶，所以不管今天主动人 N6俩还有动到主动因附近社区，比如说哈九条。龙鹰嘎土蛇哦，来香炉是不是？来凑，然后 N6非常看到非常高兴的一个场景，就是彩婷音的确是喜欢大家体风。那当然 N6也动希望狗有更多的观光资源，可以让主动这个地方，可以更多人来，然后更多人看见主动的美好。然后哈嘎大家体风非常贴切的体风。像安你呀哈7年级，伊呀哈要做爸爸诶，系啊，爸爸妈妈老年用天数也给点度，还讲呢对呀给你细细动有肥的家婆木卡嘅呀嘅故乡，都要特别的想法，甚至于有一个自家嘅味道，就得当做一个家一样唱迎下了。我觉得虽然讲动忙碌，可是很懂实贴的这种幸福啊。没错。并培养自家嘅故乡付出，喺无界的太阳过后，接受并啲心头好嘅想法。因为一切都是对无开始嘅，踏步都听出爱实际去做去学，上头都系尽全力。不过有信任嘅佢，无计较辛苦，还系感谢斯坦人嘅同下。我想蔡天人用心上下，咪系一种客家文化美好嘅传承。天天竹动山线，山顶下来，我哋前面站第3度巷嘅浪漫咖比木屋。哇，亚达 V 也太梦幻了吧！一天一动到7万人都亚达 V 都会吃到心肝动化开。今日邀请嘅头家娘啊，冻酱哦，老弟弟都来看见。Hi Alice， 嗨，早啊！早！哇，我刚刚遇到的时间，你这边好漂亮，很梦幻呢。对啊，山上空气比较好，环境也不错。下一天，菜地行人。各种时间，因为要照顾阿公，伊部客人搬转竹动石巷生活。除了老妈妈学客家菜嘅素衣，浪漫又实际嘅 Alice， 未流行到世界各地看到做下度嘅故事，带进家乡。第三那度去嘅咖比木，客家上美美法国嘅浪漫民谣。 Alice 要还买个饭酱。这是接骨木花，接骨木花，对啊，哇，上来冻姜哎，这个在国外啊，他们都拿来当那个香草茶，然后可以，对，它是感冒茶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成分。你真的是很逗哦。这是有一次我去加拿大玩的时候，我朋友是蓝莓农场，是男的还是女的？前男友，要叫做前男友妈妈的派。加拿大，加拿大前男友是别的。走后一起。你真的是很逗哦。对啊，它可以采一些回去泡茶，因为我们店里的话就是把它烘干，然后放在我们的花茶里面搭配薄荷，看这比我的脸还要大，真给。对啊，好适合你哦。你讲亚德，你去国外时看到其他的哪亚德泡茶？对啊，对啊，我们在国外看到的时候，他们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种，它是有疗效的，可以增强免疫系统。然后一般他们感冒的时候都会拿来喝。真给哦。跟你讲，今日除了摘亚给人啊，好像怎么改嘞？去摘一个比较特别的莓果，也是我们自己种的。真给哦。在这边。亚给？对啊。这不是什么灯笼花之类的东西吗？品种不太一样，你可以试试看这个黄色的。说这还能打开来色喽？好神奇哦！哇哦，哎，大颗的东西像头蛮抖哎。对啊，你可以吃吃看，它的风味还不错。对，直接吃，好神奇哦！它叫黄金果。哎呦，屁了，冬天没米头哎。哦。
有一些像迄土鸡手的米头哎，对啊，百香果，然后配合一些综合莓果的味道。对，好好吃哦。它的学名叫秘鲁酸浆。那我在国外，我在德国的时候有喝过他们用这个搭配冰红茶，很好喝，酸酸甜甜的老茶呢。按用后中某啊？要一段时间适应，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种成功。对啊，它毕竟是外来种，所以它还是要有一点时间去适应。是哦，系啊，可能也个盐度好啊，种的东西当都唔系迄传统在客家人嘅菜园里都看到的东西。对啊，因为我比较不喜欢种跟大家一样的东西。对啊，所以我就会尽量去找一些我在国外有看到过的东西，觉得特别可以用在我店里的东西，然后再自己种这样。这样我有去给 taste 这样子。对啊，对啊，这样很棒哎，老的国外啊，外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回忆，把它自己种到去给土地红了呢。对啊，对啊，就变我的。真的。Alice 像都按用三烘神法啊，一开始感觉唔惯，刚开始都不会习惯啊，因为我才国中，每天校车司机就从我家门口把我接了，然后就再去学校，然后又再回来，然后又放在我家门口，我都没有时间可以偷跑出去玩。这是真的。对啊，可是后来久了习惯了，觉得其实住在山上也还蛮好的。真嘅哈。悄悄地伫台子沿度寻到神法嘅乐趣。当好农业嘅 Alice， 留旅行嘅經驗，種啲後發現，像係春頭時節開年嘅泡發嘅接骨酥，行加金黃色嘅燈籠果，落在咬下去，酸酸甜甜，香撲撲嘅。其實啲生發發嘅農業背後，還有一個當重要嘅支持哦。你錄着我媽媽啊，好漂亮哦！胎記好可愛哦。你在種乜菜？我在摘個菊苣。菊苣。我們咖啡廳做沙拉。哦，這樣可以係咋？都過期哦。係啊。特別有冇瀉肉哦？冇瀉肉嘅呢。啊。我都打做都來先來摘，細青青幫我咖啡廳準備了。係啊。Alice 開餐廳攞幾久年的啊？係啊係啊。媽媽也有開客家菜啊，我們媽媽的客家菜開比較久，開了20幾年了。古時廿數年就聽你媽媽好了。對啊，我從小就在那邊煮的菜。真嘅。後來喺台咧就想講，愛來開咖啡廳，佢嘅夢想啦，所以那個幫忙實現一下。係啊。可是佢按你嘅什麼開按太緊嘅傳統，唔會少嘿。少開到上空嘅。唔會啦。後生人就後生嘅人嗰種嘅想法啦，人本咧即家會來嘅。哦，你講乜嘅人？所以佢即家會來是那太人唔是少，真嘅。我本來就開即家就開隻客家傳統，跟外妹要從細聽咧我傳統地邊都還有外妹小吧台哦，喺我頭家。做本地嘅，真的，因為幾多個種嘅時節都當好泡咖啡嘅夢想就一開咖啡店嘛。真嘅，開始嘅時節都泡本人客說吃食咧哦，唔是錢咧哦。我嗰度阿叔阿伯講，我哋咖啡好心嘛，要先練習啦，練習一搏咧，佢太好了畢業咧，就覺得佢一個夢想就圓夢。唔過講下冇談到。做還係愛去做，但係旁邊都那個聽一下，聽聽。對啊，還好他們那時候有幫我，不然我現在應該也不會開咖啡廳。真嘅。對啊，就是一個很大的動力，讓我覺得說，也許我可以真的開一個咖啡廳，然後做我自己夢想中想要做的事。快樂嘅事情啊！做到夢想嘅日常地度，由媽媽做盤，本日頭下嘅農舍辛苦，三味係幸福。太子講，可能每日吃細啲傳統地度天數，了解佢對料理嘅熱忱，當然會支持佢。之後嘅次次嘅野果，生下來會有乜嘅好味事變化出來呢？Alice，剛才你摘嘅黃金莓果種來哦，可能還準備要其他嘅料，對不對？對啊，這是要做什麼啊？我們等一下可以做莓果塔。哦，我來做派哦，對啊，做塔這樣子。好，可是我可能準備要的果汁的話，我先來做個醬嗎？
对，我们要稍微先拌煮一下。好啊好啊，底都要有吗？跟莓果？这里面有黑莓、蓝莓、草莓、覆盆莓。有的会去给种的黑吗？对，有些我们自己菜园里面的，然后有些是去买的。哇，可是按用吃叫肉去煮，我们会养起出货来不会，等一下我们还要加点糖。这是我们的刚才的黄金莓，然后这个可以加进去。可是你刚刚讲啊，就是你很常去外国旅行，从你周两该不会也是从外国学回来吧？这是有一次我去加拿大玩的时候，我朋友是蓝莓农场，然后他妈妈教我的。哇，对啊，你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前男友，但是就是因为刚好碰着这个机会，然后可以到不同国家，然后就是可能待在他们家里当地，然后就可以学到一些比较道地的东西。像这个莓果塔的话，一般我们在台湾比较少看到，因为其实做法基本上都不同。但我觉得可以把这种很不同的东西带回来台湾，然后可能在我店里贩卖，然后分享给大家，我觉得这样子还蛮不错的。用两个美食来讲故事啊。对啊对啊，派应该要叫做前男友妈妈的派。加拿大，加拿大前男友下一个是别的。对。可是像这样给做煮的时间，给火谁来控制啊？那个火的大小控制需要注意什么？其实我们就是把它稍微拌炒一下，也不用让它煮到滚，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去烤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它的汁就会慢慢的出来。我们不用把它煮到烂掉那种。古说给行黑爆油给果子的用的呀。对对对，它就只是稍微拌煮，不是像煮果酱这样子。对，六会被小米散出来。对对对，现在已经非常香了，而且呢，按钮会 set 懂响，像是调色盘一样。好，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就 OK。那刚刚你有用要的砂糖老五桶都可以，对不对？对，这好加。基本上可以只加白糖，但是加黑糖的话就会更香，对不对？对。每個嘅常年酸甜，還真嘅有一些從愛情，但認識嘅 Alice 留浪漫嘅緣分帶進家鄉，做過後嘅每個溫溫笑笑，有為無窮樣嘅甜酸留香。另外，膠原嘅派皮，並入到無為地度，用素強強嘅醃。撒下來，就做得老牛牛嘅高香料，並入皮料。等一下，我們就是把這個莓果料放進來，然後再放上面的這些穀物跟奶油。可是，一般做派的時間，要給塔皮沒有先配好噻。沒有，我們這個做法不一樣，我們沒有要先把這個塔皮先烤過，我們是把料都放好以後一起去烤。我們就可以舀一些我們剛剛煮的莓果。不要放太多，因為它等一下在烤的時間會比較長，而且會褪色吧？對，汁會跑出來。所以我們稍微有鋪一下就好，但不要太多。但其實按用料已經懂多哎。對啊。生活還有不用給嗎？該啊？這放一些穀物，對。哇，還有一些餅乾屑屑，這一定很香。姑說你接送，不然有去世界各地旅行，把美食帶回來咯。我比較喜歡在旅遊的時候，就是到一個小城鎮，或是在朋友家，可能就待個2個禮拜。我不喜歡就是到處奔波，對，我比較喜歡就是比較悠閒的待在那邊，然後享受一下當地的民情這樣子。有冇該係你印象最深的嗎？加拿大就學這個甜點嘛，然後德國的話就學跟我朋友的媽媽跟奶奶學了一個德國水果咖喱，然後還有一個巴伐利亞豬，然後西班牙的話就學燉飯咯。哇，對啊，都把給當地同代表性的飲食留給學到進來。對啊，那你有沒有帶着你們我們亞島業客家菜留給交流一下？我講的，酸甜的咖喱米以後呢，有加辣椒，有一點提香氣，這樣子，咖喱的辣味。這個的話，他們就是用火腿跟培根，還有罐頭的水果去做成的咖喱。你有沒有
有带着我们亚岛业客家吹，然后去交流一下？三杯鸡啊！真的。对啊。虽然讲你喺成块啲无腔国家、无腔文化，可是美食真的係一个共同语言吼。那等一下按用落去配吧，配几久的时间啊？大概40分钟。40分钟哦。好，我现在把这奶油的部分放到最上面，等一下。不一起来用下去。对对对。好的，按钮。对。我的塔好高。它等一下会融下去，所以没有关系。对。呀。按钮落去配40分钟。好。等待每个配嘅时间，杭州的泡一杯7家农园出产嘅接骨酥花茶，溜溜嘅香味冲出来，谷地种下嘅合作，咪系 Alice 嘅理行艺术。美食像系共同嘅理念，透过注释数语嘅交流，学到无共样文化风情嘅生活态度。好，今本日呢，谈谈 Alice 还有太极吼，用它来体验嘛，用个田园生活，实在是非常的惬意。而且呢，亚哈尔对亚这个空间里面，像那些花啊、摆饰这些，也都是 Alice 出国的时间带出来吗？对，有些东西是从国外旅游的时候带回来，然后有一些是我自己做的。真的啊？店里看到的一些花，就是之前我做的作品。哇，好，沙甸好了呢，我们就要来品尝，算是呢有各种故事跟美食哦。你先来说两个派好吗？好啊。太极你有说过冇呢？有做过以上有让讲一个故事吗？有。那个水果啊，梅果，各种梅果都拢一个诶，它是那种甜甜跟酸甜的，而且因为跟它，你都配跟它蛋糕有不用个骨片落去，或者是哪些呢？给它有一些那种脆脆以外，还有我们放的奶油的香气这样子，塔皮的比例也是刚刚好的。有的塔皮可能配到用枣的饭呢，不会做成饼干用的，可是呢，给啊还有一些湿润的感觉。好吃嘛？好吃，都好吃。韩家呢，有里面比那个，那底度那个晒枣的吧，是不是就生长的个嘛？那是我们早上摘的煎饼花。皮啊起来的话呢，泡好米呢，这个薄荷叶的味道蛮浓的，爱来试看呢。清甜以外呢，食落嘴都会有一些转感啊。清甜，当本源嘅嗰种味道，老等顶狗落去呢，又有一些那种酸甜的米香呢，吃到有嗰种果汁香的啊地度，就变成是从水果茶用的。对啊。好，沙甸好了呢，两个黑马盖。这个是水果咖喱。水果咖喱哦。这是我去德国的时候跟我朋友的奶奶学的。真的？对。顾总，你都世界各地都有两个朋友哎。在澳洲打工度假的时候，就会认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对啊。水果咖喱，好来试试看啊。贵酱的。酸甜的咖喱面以外呢，有加辣椒，有一点提香气这样子。咖喱的辣味。我朋友他奶奶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那个年代的人，然后那时候他们过得比较贫苦，所以他们会储存很多的水果罐头在他们的地下室里面，然后一些火腿也是都比较可以储存比较久的。这个的话，他们就是用火腿跟培根还有罐头的水果去做成的咖喱。无共用土地、时光嘅生活样貌，透过美食少年教育，就将列出德国果汁咖喱，两嘅甜香度，以为大家嘅生活智慧。另外一出巴伐利亚嘅松板猪，肉有啲嘅皮，嫩又有啲嘅脆，食过後會本人甜味哦。大家都會希望講生意就出去諾貝發展，可是 Alice 佢想要留下來嘅時間，人家的店都迄老幾動蹦天啊呢。係啊，佢嘅思想哈很夢幻。迄種哦。有種。因為佢當好了的東西啊，就像開始就講啊，媽媽啊，當時我開咖啡廳呢，佢條擺佢開咖啡廳呢，條工人都做到正哦，因為當時啊，結果開咧來，佢就啲咧。
真嘅唔係講作到正正，因為我哋第一片係親力親為，全部自家做。還要自家種東西。嘿，就想講要做到正正，但是還無可能。對，就就是去測驗下按熱。洗熱頭啊，盆滿嘅條啦、蟲嘅啊，你一天都會用嘅啦。唔過你應該看到 Alice 都有留意係當快樂嘅哦。當快樂，你上街買嘅嚇，太濟就我以前啊，最成講上愛做劣食嘅，就連車兩街買嘅，兩街路買全部車到，全部車到嘅，全部都烤嘅，係用嘅咧，接嚟就硬做，我知道。阿蠻讚啊，成功啊！看到生日快樂，你就是要當快樂嘅同。係啊係，要做實現自己夢想哈，要做的是自己美食，我就吃得當好。你真嘅係當到你很羨慕的一種生活方式，完全可以點點。可是後來你還去到那麼多世界各地旅行，那按種點樣用個啥？一開始的時候都會不捨得，覺得我每天就是需要守到這個店裡，然後等客人來。可是在我的生活中經歷一些事情、一些轉變之後，慢慢的會覺得說，也許我的生活不是就是要守在這個山上，守在這家店裡。我應該是要去外面去學習更多的東西，然後再把新的東西帶進來，然後分享給大家。一路一直開，心路歷程也會一直轉變，然後心境一直轉變，然後就是希望就是可以慢慢的往更好的地方去，這樣子。真嘅，其實你都要分享交流嘅過程，其實最大的收穫是你自己生命的改變。真的，因為你會發現你自己不是只能做這些事情，你可以做的東西是無限的。就是只要你肯跨出那一步。透過大百里行，老人嘅真誠交流地圖，點到過來看自家，天天嚟了解自家中意嘅生活樣貌。對 Alice 來講，探索世界總係什麼樣嘅轉變，行家做動山拿係永遠嘅活卡，那係每一擺強下，也係離開都係一個故。希望老記到進入到故鄉花園地圖，等等來嘅人好好享用。因為啲故鄉得到嘅當道，故說願意請自家嘅力頭來回饋本行客多年。每朝早5節，把阿伯自家文化嘅景串聯在地，發揮地方人情。行家 Alice。行到嘅世界各地，留了到生命故事融入到料理地圖，本山拿之間嘅觸動，都係一份相應嘅氣息。每本生活啲成長嘅味素，呢件事情都係層小難嘅意義。我記得咯，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下場好面試，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春雨水講人間，江浙調重現。春風過去長命道，後面愛靠谷雨天。日下小曼唔下線，夢中淚雨風思念。西瓜青甜。望你望太初不念，苦漸漸。日秋處暑甜幾年，年年人團圓。日冬收線十半夜，四季輪迴悠悠。